先来做客，万年来了，今日来初了的新朋友呢，伊有非常多的身份吼，伊本当系护理师，更加呢，伊系养医治疗师，咩系三手里的副头人，而且间呢，咩主持一个有机农场吼，非常厉害的一个新闻人哦，伊系胡菲林，欢迎菲林。你好，大家好，欢迎菲林也是代替美浓，对不对？你住在美浓，没错。然后是客家新 Q， 对，没错。可是你比较没有在说客语，对不对？对，这个是我该自己要罚站的地方。莫你讲，我的后罗发也讲得很不好。不过黑台美浓就是常常会听得到客语，是，因为美浓还是算是蛮纯的客家庄。是的，没错。可是我爱吃论讲哈，唐坤啊。要是唐神就同我讲，如果听不懂的话，好的，再跟我说。好的。俺俺今日有唱到菲林呢，伊咩行嘅？不过为什么有唱伊如系伊睇美浓吼，也唔单止美浓，周围非常多关于特别的事情韩国伊也有故事。故说今日呢，如有唱到菲林用伊的小物好来讲伊的故事，那我们就来请助理本俺来替哄菲林带来嘅小物系嘛嘅好。一种字，07呢，也是天发号码哦。对，这是一个医院专线的电话号码。我第一次抽到的小物是一个电话号码。是，那这个电话号码对你很重要，这不是你的电话吧？对不对？不是，但是这个电话对我来讲是我人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对。怎么说呢？如果说大家就是有听过我的故事，都知道我们家有一个天使宝宝，对。但是因为我本科是学护理的，说实在话，我刚开始有这天使宝宝的时候啊，坦白说，我的压力是很大的。是可以跟观众朋友稍微说明给天使宝宝他大概的情形是什么样的吗？他其实。他是一个染疫的问题孩子，对。那因为染疫的问题孩子，他算是比较重症，所以就是可能就是大家印象中的在于他的比如说语言啦，上面还是动作啦，都是比较不会去发展的部分，对。那还有就是说在学习上面也是比较没有办法去学习的部分，这样子。刚才声音的一出生就有发现到吗？他一出生的时候，其实坦白说，一出生我就发现，是我发现的。对，因为我觉得说，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我觉得他给我的感觉不一样，因为我曾经待过产房。对。那我觉得他跟我之前在产房的时候接触到孩子，总感觉他的好成熟的脸哦。他的脸很成熟，然后总觉得他的声音也让我觉得有一点点不一样，那个声音是完全快要听不到声音了，可是他五官正常，但是我又说不出来，总觉得有一点点怪怪的。那时候其实我也找了好几家医院，那其实我们有时候在南部知道的嘛，就是我又曾经有待过妇产科来讲的话，人家就会说Miss 胡，你是不是产后忧郁症啊？对，他说你会不会压力太大了？刚生完而已。对孩子目前来讲应该是还好这样子。可是一直大概到第10天我在坐月子的时候，我总觉得我还是觉得有点怪，而且他会瞬间就是脸就黑起来了。那黑起来之后，怎么就没声音，然后又黑起来，我又开始紧张哦。虽然我是护理师，我还是很怕。对，然后后来我就把他抱到医院去了。那抱去医院的时候，一开始医生在做检查的时候，也觉得说应该也还好吧。对，那我说那可不可以帮我做更深入的检查？因为我觉得我真的觉得不大一样。那就是这支电话救了我了。因为当初就是刚好这医院他们其实有一个遗传学的咨询的一个医师。对，那这位医师他非常的厉害，他刚好就是来看。帮我们做会诊的动作，一会诊完之后就是做入后续抽血啊这些检查，那后来就是报告下来了。对，那报告下来其实对我来讲我是有点是很不大能够去接受的，跟一般的妈妈一样。对，因为第一他是我第一个小孩，第二我觉得我在医院这么久了，
瞬间你要让我接受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我是有压力的，而且其实我以现在来讲，我们那时候我生小孩的时候年纪还有点轻，对啊，所以其实也透过就是这个医师，他就是一直在安慰我，然后一直在开导我，然后甚至会跟我分享很多的比较正向的一个力量这样子，尤其他占了一个最大角色，就是帮我跟家族之间的桥梁。对，因为大家应该熟悉，就是像我是美浓的媳妇，那我先生是我公公是独子，那我先生他虽然有2个，我婆婆生2个，对，可是我们是算是第一个小孩，家族我们这家族的第一个小孩，对，瞬间我很有压力啊，对，然后我也是第一个闽南人嫁进去的。对，通常他们都是大概就是客家跟客家，对对对，那我是唯一第一个闽南进去的，所以瞬间就变了。对对，那时候就是完全就是透过这位医师，他就是会一直跟他们讲说，这个跟比率什么都是不是说是因为什么闽南客家啦的血缘问题啦，都不是，他们就开始慢慢去很细心的去做分析，然后开始告诉你说，染色体的一直帮我们上课这样子，对对。原来那个电话号码是那么棒的开头，而且可能也看上多上下来菲林行的目标嘅路吼，俺哋就看天气好菲林带来嘅，你重要嘅要平衡嘛嘅，就用个字，一个感觉。用过的信封哈，美浓区农会耶，为什么一个信封？底部有东西吗？看起来没有，底部没东西。对，里面的钱被我花了。底部会装钱。对，里面是装钱。对，它是我人生第一份的讲师费。什么的讲师？就是是一个家政班的讲师。第一次用家政班的一个老师，然后烘焙的老师，然后。开始就是取得这第一份薪水这样子。刚刚你去搞嘛？去教什么？对，我那时候其实是教所谓的一个创意，就是在地的农特产品的创意。对，那我印象其实非常的深，因为我们家其实是做火龙果起家的。对，那我们都知道火龙果，我们都是吃火龙果，可是它在成长会很多的花苞，这花苞我必须要把它打掉。可是我一直在想说，打掉它好可惜哦。对。第一有点浪费了，因为毕竟我们做有机嘛。然后最重要的是，因为我在当初就是在搜寻的过程中，我发现它里面有一个那个白蛋白的一个就植物白蛋白那个成分，那个对人体其实是很不错的。那我想说，那既然这样，我应该可以把它运用到料理上面去。对，所以我印象超深的。那时候就是刚好他们就是这位钟小姐，她就非常的棒，然后也认同我。然后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我们把花苞做成蜜酿，就像我们像那个蜜酿番茄啦、酿梅这个部分，然后做蜜酿花苞，然后做起来的时候，其实颜色也非常的漂亮。然后后来也因为从这一次的开始之后呢，就开始做一些，比如说像一些特色果冻啦。对，然后像百香果酱可以做炒饭用的啦，对，然后就开启了我做烘焙讲师的这一条路。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我开始接到越来越多的课程跟其他外县市的邀约，我就开始慢慢的必须要知道，就是我要进修了。对，你头都讲你去做火龙果起家，是，不过你家本你那肉骨那时间，他不是农民，对不对？那个起家是公公婆婆吗？没，你们自己的。我们自己，但是我公公婆婆他们其实到有一段时间，他其实是农耕水产，应该也加畜产啦。对对对，因为我公公他们最早的是养猪，对，然后后来就是因为环境的关系之后，慢慢就是养虾。对，然后到养虾的时候，其实他们自己有做一点点像种木瓜啦、香蕉，可是到我们接手的时候，就是完全我们就是以农业的部分。对对对，其实等于虽然你们说接手，不过等于从头开始。对，因为你们可以做有机嘛，一开始也是有机，对不对？
公婆那时候还不是对，都还是在一般的所谓惯性农业。可是你本来是护理师，为什么会走到农业这一块？跟女儿有关，对不对？对，对，是，其实我女儿，我觉得她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一位老师。如果今天没有我女儿的话，我应该就是很简单的，就是跟大家想象中一样，可能医院上班下班，对，然后时间到的时候放假就是百货公司逛一逛，地验翻一翻，就是这样子过一生。对，可是因为女儿出生之后，的确改变我很大，我必须要重新去学习跟适应很多的东西。对，那当初其实有个最重要的是因为我女儿需要干净的食物。对，然后干净的环境。可是我觉得干净的食物我可以种给她，干净的环境在我护理的想法一定是无菌室嘛。那无菌室的话，如果一个孩子你把他关在无菌室，我觉得可能对他来讲也真的很不公平。那我就要开始在寻求一些其他的一个方式。那也是因为一次的意外，我带他在田里种东西的时候，我发现他跌倒了也不哭，然后摸到沙子的时候，他只会整个脸会皱起来。对，然后就这样子不敢动，可是他也不会闹。这跟我带他去复健是完全不一样。我带他去复健是他好像有感受一样，只要车子一到那个停车场，他就开始哭了。然后一直到我们所谓的复健室的时候又开始哭。那每次哭到不行的时候，可能复健师会请我在外面等他，我就只好在外面听他哭，可是其实心里也一直憋着，因为我都是半夜在哭。因为尊严问题嘛，对，就是也怕说小孩子看到我哭之后那个情绪上面会更不理想。对，原来以复健是很痛苦的事情，结果一到农场你不会完全没用用。对对对，就是很特别的。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我发现原来农场不是只有种吃的食物而已，原来它比复健还对，它真的是一个天然复健的场域。那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它其实就开启了我后面在做食农教育的时候，主推就是在所谓的无感体验。你可是吃 heavy 的一本身影的是紧张的东西，是结果做到搞那么大很厉害呢。刚刚呢，你看当中的2张纸，菲林都可以讲按多故事。我们等下聊一下，我继续用唐菲林用一个物品来讲故事。先沙茶。很多小孩子我观察到，他们很容易偏食。对，那在偏食的过程中，不是你不喜欢这个东西，可能是因为印象告诉你不喜欢，再者可能是你对它的口感有设定的印象。那如果说我今天透过不同样的品种，还有不同的口感，我想要刺激小孩子的味蕾，让你从不喜欢变喜欢。先来做客慢言来了，今日来炒料的是有机农场嘅附近嘅，而还有嗰度成分嘅菲林吼，头菲林分享到，而位行业有機農業也嘅入邊咧係因為生意咧，上一本生意咧前腔嘅食物，人哋頭都看到也當過嗰度東西嘅，睇你注意到如係也非常多嘅tomato，然後我剛剛就問慧玲說，這全部都是你們種的，一共係啊，是，你嘅農場。像tomato都按多種对，没错。你可是只是要给小朋友干净食物，对。刚农地，你可是上多的是好要做一个有机的农场，要种嘛嘅，要种什么？是怎么想到的？因为有那么多东西可以种。对啊，其实这个是有一点小故事，有点微长。那简单的说，其实我当初一开始承租地的时候，就闹了一个3分地等于3个榻榻米的笑话。对，那后来也因为这3个榻榻米的笑话之后，就是因为我不知道面积的大小，然后也就是听隔壁的先教我先种菜，可是种了菜销售不出去，然后对，而且我第一次种的是空心菜，它会攀爬在一起。那其实你进去的话，其实对孩子来讲，他容易被绊倒。对，然后也会有压力。后来我其实是一直在修正，那时候必须也要考量到现实，就是我要活下去，就是还有经济上的压力。那美浓其实在那时候最有名的就是陈米香小番茄。对。那时候想到小番茄这件事情，其实我在第1年的时候是种陈米香小番茄。对。那后来就是因为在一个机缘之下，然后我就是
可以上架了。对，这个等一下有机会还可以讲到的，就是这个机缘我有机会上架，在上架的过程中呢，我开始正式去知道，就是说消费者要的跟我想给的不见得会是同等号。然后这时候我们也在思考说我要怎么做一个改变，还有就是有机的产量怎么去跟得上他们需要的一个产量这样子。于是就它出现了。我从第2年的时候就开始种3个品种的番茄，那时候就是我印象很深，就是陈蜜香，然后玉女，红色的玉女，然后还有一个是黄色的一个金银。对，就种这3只。那这3只开始在贩售的过程中呢，在销售过程中，忽然之间就发现到说可能是比较新鲜，大家就真的是销售额就整个都拉上去了。那我也在思考说，因为以前印象中妈妈都跟我讲说，小番茄是不可以送礼的，是不可以拜拜的。对，然后我想说，怎么可能不能送礼这件事情？真的吗？没有。对，我们是真的是就是家里就是不送番茄，然后不能拜番茄这样子。对，然后后来我就想说，可是这样也感觉怪怪的。我真的很想把我的产品让大家看到，可是我也只剩番茄而已。就在从3个颜色番茄，我在思考到最后决定了一件事情，开始也去找一些资料，所以我到第3年的时候是把金银番茄换成金铜番茄。它还是黄色的，只是已经是不同品种的番茄了。那换掉之后呢，我就可以很自然，因为金铜加玉女，就开始取谐音了。对，然后可能是那时候也是比较刚开始，大家好像新鲜度就比较高。我们真的有接到了人家就是结婚的，取代掉喜饼的这部分了。对，那也因为这个关系呢，让我忽然玩心变大了。我既然玩了3个品种了，那我要继续玩下去，所以在隔年度的时候就变到8只了。对，然后8只，对，然后开始就是有从我们大家熟悉的啊，有长的，有圆的，然后有酸的，有甜的，有软的，有细的，甚至到开始里面有纹路的，然后开始慢慢出来。坦白说，其实我们希望的不是只有在好玩这件事而已，最主要的是因为说我们想要逆转一个观念，就是很多小孩子我观察到他们很容易偏食。对，那在偏食的过程中，不是你不喜欢这个东西，可能是因为印象告诉你不喜欢，再者可能是你对它的口感有设定的印象。那如果说我今天透过不同样的品种还有不同的口感，我想要刺激小孩子的味蕾，让你从不喜欢变喜欢，然后也让孩子知道说很多事情没有所谓的绝对，因为这是你现在你环境有接触到的，可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很多事情是你可能还没有接触到，但是不代表它不存在。因为我也是3个孩子的妈妈，那我常看到小朋友之间很容易在吵架，都是什么？就是这样，没有你说的不对，就是这样。可是实际上我们都是太仰赖于一些网络的一些，比如说搜寻系统，然后就设定就是这个样子。可是其实搜寻资讯这件事不是只有单一网络，它有很多的一个方式，你会知道其实它的资料会更多。对。那印象当中种东西没很简单呢？难道你们种多？因为常常听到有人刚开始要入这个农业这一行，一直滑铁卢啊，你们没有吗？有啊，有啊，我们滑得很惨。真的吗？真的，我滑得很惨。对，就是一开始也是就是想得很美。比如说我一开始小番茄开始在种的时候，我也想过我有一区就是我要做观光最好嘛，大家我又可以宣传我自己这样子。后来我忘记我做有机，我就想说我这礼拜做采果而已啊，我下礼拜番茄全死光，真的是光了，什么都光。真的。然后我开始想说怎么会是这样子，明明它都很健康很漂亮的啊。后来慢慢的也开始去寻求到一些比如说像改良场农业老师的一个帮忙。对，然后他就开始告诉我说你知道番茄其实我们人身上带的菌很多，那如果说你今天去采到其他的田区，土壤也是一个传媒的部分。然后开始也因为透过老师在教导的关系，我慢慢的就开始比较稳定起来，也知道说原来种番茄不是种番茄，我想到种就种了。包括在品种选别的时候啊，其实我还要分区，否则像我在一些管理上面啊是不好做管理的动作。真见到迄访问轨道
没讲有阳光、空气、水一定会伤就是其实要死掉也很容易死掉的，真的。然后可是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其实是很幸福，因为其实政府给的农民的资源很多，我们有很多的地方可以去充实自己，可以去上课，甚至也很多，比如说像一些咨询的一些电话可以给我们，让那个农业老师亲自到田里帮我们做诊断的动作。那边如果因为唔想爱，因为你有一个最终的那个目的是要本身你的后的东西，所以你就是观音整去读书啊研究，所以你后来靠多一个产销履历辅导员，这个应该也不好考吧？履历辅导员当初我们是先上课受训，然后再做一个它一个评核的考定这样子。对，那的确当初也是其实是在我展览馆那一次，那遇到了一位张小姐，然后她愿意给了我机会。对，那因为这个机会的关系，我进到产销履历的体系。那其实那时候是冲突很大，我是先有机再进产旅哦。那我一直觉得说我跟一般人都一样，有机我就是没有农药啦，对，然后就会稍微屁股翘得比较高一点点。那其实对产旅来讲的话，我们会觉得说，那产旅可能我们是安全用药的，就是会觉得好像阶级上不同一样。可是我们在上课的时候，第一堂的讲师，对，这也是当初的一个记者，他的一句话完全打翻了我的想法了。他告诉我说，你知道为什么会有产销履历吗？其实我们向来农民都会觉得说，每次是不是农业在开放的时候，都会把我们的水果做一个大家都觉得说，就是把水果开放做进口做交换的条件，对，那很像很看不起农民这样子，但是其实不是。那一位老师他就跟我讲说，其实他是希望，如果说今天我们全台湾的农民的基础都是在产销履历为基准，那所以等于说我们都在之上。那如果说今天我们真的是在谈所谓的一些政策的时候，要开放其他国家进来，我们其实就可以，政府会很大声的告诉他说非常欢迎，不过我们全台湾的农民基础都有产销履历，所以你要照着我们产销履历的标准去走。然后这时候我才知道说，原来很多时候政策它的背后，不管是我们都觉得是政府是我们的一个靠山，其实有时候我们也是政府的靠山。对，要不然如黑移民人会唱来宾带小物嘛，菲林要不然不敢讲我过奇妙如黑，他的小物都是一张一片，是平面呢。头头看有看到，比如讲信封，很多贴发。那我还有一个名片呢，我很少，而且不是他的名片哦，没菲林的名片，还配影的名片呢，是，然后对你也很重要，对，他真的对我非常的重要。其实我一直很想，真的很真心的去谢谢他。他是我在第一次在那个展览馆的时候遇到的一位贵人，然后我印象很深，当初是我第一次上展览馆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懂，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吸引买家过来看我，那我只能说，比如说把我的火龙果放上去的时候，那就故意选一个最大颗的，对，然后就选那个在家里面放了那种7天10天之后的，就是让大家知道说，它其实是耐放的，对，那因为很多上架通路它其实要的就是我们储存的时间的长短的部分。那这一位呢，我印象超深，他那时候经过我这一边的时候，他就看了我这个，是真的吗？我说是真的，你听，我就啪了一声，那个鳞片啪了一声，对，然后他说不错然后在谈话的过程中的时候，他就说你有意思要上架吗？我说我可以吗？上架的意思就是上通路，就是我们一般在比如说超市啦，对，如黑那个其中一个通路，对，它是一个有机通路，我会推荐人的有机通路上架嘛，对，那在那时候他其实名片都还没有拿出来，我只有说你愿意让我上架吗？我还有一点那种开玩笑的心态，你愿意让我上，我当然要上啊，对，然后他说这是你说的哦，好，你等我一下，他就真的带他们采购过来了，对，那过来之后呢，我就真的马上就敲定之后，我就第一次正式上到让大家能够第一次看得到我的地方，就是不用再透过我们早期，就是可能我必须在我们自己的地方，就在美农啊这样贩售嘛，
那第一次是北部也可以买得到我的产品了，对。然后也因为他们的关系呢，我开始因为有上架之后，我的经济稍微比较稳定了。那稳定，我又可以开始做我真正更喜欢做的东西，就是在于小孩子复健这一块。然后也开启我食农教育，因为有他们稳定，我才专心做我的食农教育这一块。对。然后也一直因为食农教育在做着，在去年的时候。刚好也就是拿到他们的食农贡献奖这样子，对，也还有嗰度故事好講吼。人哋一般呢會請來賓吼，帶人嚟去到對有特別意義嘅所在，等下路地很奶嘅，是一個你一定想不到的地方哈。人哋等下呢個多轉來，我覺得從農真的是要就是你的心態很重要。如果你真的是很喜歡，那你的目的是很明確的話，其實你會覺得說啊，你永遠學不完。这边是世贸展览馆，其实世贸展览馆对我来讲意义很重大。怎么说呢？其实我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不是学农业的，那从一个本来是一个护理师，那后来转职到农业的时候呢，它是我第一个很大型的一个展览的位置点。那也透过这个展览的关系，我认识到很多的贵人，然后这样一路把我给带到现在这样子，所以他对我的感觉是非常的强烈的。其实我一开始接受被邀请的时候，我还没有感觉到它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展览。对，那上来之后，其实因为我们要前一天就要布场，所以我第一天进来的时候，我整个是其实有惊讶到，然后赶紧的是，幸好是前一天布场，还有时间赶快去备一些可以就是凸显我一些农产品的一些摆件啊这些东西这样子。他其实是像，这位有点微秃头的，这是我先生，对。然后这是我的大宝贝，对我大女儿。原先的时候也是跟一般的女孩子一样，就是工作、谈恋爱、结婚、生小孩。那只不过就是当我生第一个小孩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天使宝宝。那时候也是在于保姆流动率高，我自己评估之下也觉得说，我想自己亲自陪伴他的关系，我就选择回归到家庭。那回归到家庭的过程中，因为孩子的需求，比较特殊，他需要更干净的食物跟环境。那也因为这个机缘之下，我就到了农业。慧玲，这是什么啊？这是我家的水果。哇，你们家水果好漂亮哦！谢谢，都是有机的哦。有机居然可以这么漂亮哦！其实有机的水果，大家都会觉得它们长得一定是小小的、丑丑的，但是其实不是。你只要是用对的方法的话，它其实还是可以长得不错。只是差别在它的产量的确会比较少一点，然后工也会来的比较多这样子。其实就像我提到的嘛。当初我最主要一开始是为了要给孩子比较健康的食物，对，所以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就是我的田间都是用比较自然农法的方式，也一次的机缘接触下，就是刚好人家说，你既然都做到没有农药、没有肥料，都是自然农法自行堆肥，那你为什么不做一个第三方的一个验证制度，让你的更有科学的数据化，让消费者能够更肯定你这样子，所以。就直接又跳到了有机农业这样子去做一个验证。其实食农这一条路啊，我有一种领悟，那就是不要走大路，是要走自己的路。那也许它会绕得远一点，但是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接来做客，问來了好多菲林帶睇下去，類似美濃嘅菲林帶睇下去台北南港嘅展覽館，因為係唔提倡國泰嘅嗰種展售會，是好多上一段路講到講，讀到一個台灣最重要嘅有機的通路，對，在那個場合問你講，你要不要上架？對，對，菲林講你一路上其實遇到很多貴人。
对，没讲过的答案，就是你给我们的小物其实很少，很你自己的。对，都是你的贵人，这样对，那很难得都会有一个也係feeling嘅，你去年的得到的那个有机奖，係第一届係咪？对，他们第一年，他们的第一年，每屯嘅通路玫瑰有关，他们刚好这个通路，他们想要，他们其实除了有什么有机领航的啦，对，然后像我是拿到所谓的一个食农贡献的部分，它是一个全国的一个甄选的一个活动这样子，对。都没有讲到，就係開始經濟可以個問題呢，你就開始去做食農的教育，這是你一開始想到就要想做的嗎？對，因為我一開始是為我女兒而到農業來的。对，然后一開始我並沒有想到說我會去上架這件事情。我是沒有想到。好多糖豆，你的農場其實你是要做對維持你的經濟，是。然後還有另外一個重點是，我也摸也可以底部高。對，沒錯。我希望他就是在里面，就是不管他做任何動作都是一個附件，包括說像我這些年來都是為我女兒設計到擴展到其他的一些學校或機構裡面去的。比如說我們在一般有受過孩子像職能訓練都知道，會教孩子認識那個顏色。最早從球池開始嘛，有紅色、黃色、綠色、藍色嘛。對對對。那沒有，我一開始的時候是想法很簡單，說那這樣的話田裡也可以啊，像蘿蔔田啊，葉子是綠色，身體是白色，它就2個顏色而已啊。對，可是你讓他認識球池的，他其實有時候那4個顏色，我可能以我女兒來講，她其實真的學得非常的久。對，半年之後其實他還是沒有分得很清楚。對，可是在比如說今天在蘿蔔田裡面的時候啊，葉子的綠色，因為摸起來葉子是軟的不一樣，那蘿蔔身體是硬硬的白色，那瞬間其實落差其實是大的，他開始認識上面就會比較快。然後包括說我們蘿蔔田啊，從很大的溝，對，那到小小的溝，他從大溝開始走，因為比較好走嘛，因為他們會閃過蘿蔔跟草那種被它撫到的那種毛毛的感覺，他們會避開嘛。可是我慢慢縮小的時候，他就開始可能必須要跳開，或是要用其他的方式。那也透過這個方式，其實我那時候是刻意要讓我女兒跟我講說，她會怕，因為我女兒其實是沒有語言的發展。對，那我知道說，他如果只要願意講什麼都好，可是這個怕音呢，它其實是我們唇音的碰撞音。那我們小時候都知道，就是像嬰兒期，不是爸爸媽媽都會說，叫爸爸叫媽媽，就是碰撞音。對，那其實我那時候也是想說，透過這樣的方式，一個音也好，2個音也好，就是希望我孩子有聲音。對，那也真的是意外之下，就是從我女兒一直到我女兒自己的班級。老師也看到了，然後老師也進來了。那從老師的班級到隔壁的班級，從隔壁的班級到隔壁的學校，然後又面臨到說，今年來、明年來、後年再來都是一樣的東西，我可能要一直做改變，孩子比較有興趣，或是說他學習的東西會比較多，所以我們家的品項才會開始一直延伸出去。估說你嘅食農教育真引入係，你係一個高省，它是一個教室。你會設計很多不同的課程內容。對，我的田就是教室，你走進我田的那一刻，其實就是一個教室了。哇，按呢，從農我學嘅東西會多呢，要學的東西超多的。是，所以我覺得從農真的是要，就是你的心態很重要。如果你真的是很喜歡，那你的目的是很明確的話，其實你會覺得說你永遠學不完。很棒哎。對。也表示你們能夠很勇敢啊，是能如何去接受面對啊，看是，也還愛的聲音呢，是，就是我就是接受這件事，真的，因為其實大家也常來說啊，說你真的不是普通的勇敢，因為我有3個小孩嘛。哎呀，但係佢想摸，因為一般按呢，我講呢，我唔敢夠強嘅呢。對，我唔強啥？3個，尤其是醫生那時候也有講過，說我們的比率其實會有點高哦。對，那時候我是覺得說，那就跟他賭吧。嘿哦。對，就跟他賭吧。所以其實我的小孩子來講，他們都大概差個6歲。
真的，我都说，我可能要疯女18年，因为我小的时候我们会追风嘛，然后刚好6岁一个毕业了，再换下一个，毕业了再下一个这样子。哇，真的是很勇敢呢，一堆公婆哦，是哇，令人佩服哦。刚下一团呢，到最后一团我哋都会叫下来试一项，对于菲律宾来讲有特别意义嘅料理，等下都底下嘛嘅嘢，好试下茶。心情很重要，因为当今天这是一份你喜欢的工作，你喜欢的环境的时候，你就不觉得它会很累了。就像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在抓虫抓的会怕，可是我越怕的时候，其实我会发现说我抓的也越慢。现在做客慢言来了，一个集团呢，比另外单眼的来说，一个对于来讲有特别意义的料理，吼，唔伫迄物嘅，我哋像处理我们本眼咧，看下生迄物嘅，唐广多多嘅工作人员已经先试过嘅哦，唔伫迄物嘅，这个不太像梅干扣肉呢，长得有点不像，对，没错，但是您试试看，吼，对。你要我猜猜这是什么吗？我最不会猜了。对，这个香味有点特别。对呀，你看我自己没有办法克制到，我看到我自己想吃。对，它很特别，它有种特殊的一种香气。对。那么底下嘛跟人是，它是萝卜的叶子。就是萝卜苗，对，萝卜的叶子做的。那美浓的话，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白玉萝卜。对。那我们都知道说，儿子知道他的下半身就是老菜脯啦、菜脯啦，对。可是它其实它叶子就是我们所谓的萝卜苗。对，它同样的做法。那么底下被有提升呢？真的。所以它是这个不是新的。对，这是其实在于美浓来讲，它算是一个家家户户都很普遍，大家都知道的。锅茶饭呢，这超下饭的哎。对，它饭啊、拌面啊，甚至说你要夹个吐司都很适合。而且它真的有一个特别的香味，对，你很难形容，就是黑的揣摩啊那味。是，我都说那个是神奇的气味，它会让你就是一碗饭接着一碗饭。加到美浓以前也不知道。对，我嫁到美浓前不知道，而且我们家从小不吃任何腌制品。那我学了护理之后更不吃腌制品，但是我因为它破功了，我非常非常的喜欢它，所以我都说，它对我来讲就是平凡中的不简单。对，我没有想到说，一个看起来这么简单的东西，可是它其实这么的好吃，然后老祖先的智慧这么强。对，因为毕竟我们嫁来这边之后，我才发现说，其实山区很容易午后雷阵雨。然后每次到夏季的时候，其实很多蔬菜都会比较少。然后这时候，老人家们就会很喜欢把这个拿出来。对，顾总，你这个是从州吗？对，这个也没好生。我小孩超级喜欢的。对，有这个的话，我儿子其实什么都可以不用，像我都不好意思，我早上在蒸他的时候，我儿子就一直看着他，可以先留2口给我吗？可以先留2口，我说不行，我再另外煮过，然后他就看着他，就是我一直瞄着这样子，连我儿子都很喜欢。这样很好呢，因为就哪些时间我很少喜欢的东西啊，是因为小孩子就是很挑食，是，尤其这种绞肉类我超不喜欢。是，如果我会喜欢尬斯奶油嘛，给妈妈做的奶龟好，他应该很有成就感。对，而且其实像这道菜，它已经变成是我在推我们的活动体验跟食农教育最主要的一道菜了。对，因为我觉得现在小朋友好像吃米饭的比率越来越少了。对，那我觉得真的蛮可惜的。对，那也透过说看能不能用它来把小孩子给引诱进来这样子，因为吃了牙给就会想要帮饭，对，没错。饭。刚刚你家都客家中啊，你自己有喜欢吃什么客家菜吗？除了我吗？我的客家菜，我最喜欢除了它以外，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风，比如说我们的那个高丽菜风啦。其实我最爱吃的是木瓜风。
木瓜蜂我好像没吃过我第一次吃到的时候我就很惊艳，因为以前我还是有到比如说到其他的客家庄，那高丽菜蜂、冬瓜蜂这个我们都还会去接触到嘛，对。但是当我第一次吃到木瓜的时候，我很惊艳，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吃木瓜了。然后木瓜它透过那个大蜂的那个原理啊，它又更甜了，更香，所以我其实木瓜也可以让我吃掉好几碗饭。还有俺的鸦片，头头一次冇讲到。2年前给菲林有拍过一个讲给杂志，对，这个是不是其实也是你从农跟生涯其实蛮有代表性呢？对，它其实是在我们高雄农业局的一个辅导体系，我们的行农的一个辅导体系。对，那当初很感谢，就是说我们里面的那个梁主秘，对，他其实给了我很多不一样的想法跟观念。就是我早期还是比较很简单，就是只是在种植啊这样办活动。那至于说其他的像行销，或者是说我的食农教育啊，要怎么做得更完善，其实我是比较空缺的部分。那都是透过他们就是把手把脚的，让我们上了很多的课程，包括像一些数位的课程啊，对。然后像我们那个有一个股长，一个秀芬股长，他就是正式开启我文创这条路，因为以前我们没有想那么多。那时候我在从事有机的时候，在包装，其实我们是不大知道什么叫做包装的，不会去考量那么的多。那还有经济上面的一个压力的关系。那有一次就是，我把我的米包装成用牛皮纸袋包起来。那我就用我们传统那种红色的贴纸把它贴起来，那旁边用那个所谓的麻绳这样子提。然后我们的那个秀芬股长他看到的时候，他就说：“你这是文创，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对，我第一次被肯定。”真的我第一次被肯定。然后他说你准备一些，他要帮我到那个总统府前做一个展示的动作。对，那这时候我忽然之间整个信心就来了。那也就是因为他当初的这一个帮忙的一个举动，他让我后来我就开始很重视我的包装。但是我的包装不是就是弄得很奇奇怪怪的，但是可是要有它的特色，包括说像我们刚刚烧枣的时候有一张那个番茄，很多品种番茄，我们就有30格，一格一格一格的，然后就有30颗番茄不一样的在里面。对，然后让它就是正式可以做成一个伴手礼的部分这样子。按你一路讲下来，其实我会讲你的生发辛苦是辛苦的，可是我发现你会那个正向是你与生俱来的嘛，就会应该刚刚其实你遇到蛮多难关，是，不过你会因公斗你很多贵人，是，会一直讲到你其实很幸运是那个你觉得是你的个性，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你黑暗的耶？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子，我觉得我影响最大其实家庭也有。因为我们的家庭给我们的灌输观念就是说，你只要笑，你只要是笑，你每天就都一直可以微笑。但是你只要是哭，你每天的环境都在哭。对，所以我们都觉得说，你一个转身又是下一秒了，反正我上一秒掉眼泪没关系，我下一秒笑就好了。我觉得应该是可能也是这样，我就觉得说一路上或许一直在笑所以我们应该人家说的磁场吧，磁场也一直就是很多正向的一些贵人磁场都一直来帮我。对，然后就让我这样一步一步的走到现在。对，所以我其实还蛮感恩我所有周边的一切人这样子。假使有陪你没想的行业也给有机农业，是你会怎么劝他？要有什么特质的人？一直笑对，就一直笑。我觉得说心情很重要，因为当今天这是一份你喜欢的工作，你喜欢的环境的时候，你就不觉得它会很累了。就像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在抓虫抓的会怕，可是我越怕的时候，其实我会发现说我抓的也越慢，然后其实我面对它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可是当我今天开始适应它的时候呢，就不一样。所以下次有机会跟你分享我们的那个 DIY 啊，有一只是做虫的哦，要来吃虫哦。这个我先不用我先把
吃真的认真，而且这一只虫现在我觉得它已经变红了哦，它已经变说像我们像有机的有机日的时候，全国有机日，他们都是指定我带 DIY， 就是只能带这只虫。什么意思？要去抓那个不是，它其实是一只麻吉虫啦。我偷偷说了，它就是其实是用麻死的概念，对。可是我们都知道麻吉，大家想到会想到客家，对。然后再来就是它一样会爆浆。就会用在地的一些农特产的部分来去做它爆浆的动作。那再来，其实对，然后最重要的是因为说，透过这一只虫啊，像我自己本身我是靠海，我们家都靠海，就是海边长大的小孩。坦白说，我每次小时候只要看到菜里面有菜虫，我打死那个菜不会再吃第二口了。就把它浪费掉了。那可是当我今天从事有机农业的时候，虫一定是变成我的朋友了。我不能再这样，否则是大家都要学我一样不吃那个菜了，也不会有人买我们的东西了。我就会再去思考这部分。那后来就是因缘际会之下啦，我就是在捏麻糬，捏着，就无聊就捏了一只鸡母虫出来了。然后捏了之后发现，大家我儿子他们会很可怕，他会觉得很可怕，可是又很想玩它，然后吃着又觉得好吃，又想再吃第二只。然后也从这次的活动之后开始，我就慢慢变说，那这样的话是不是让孩子去认识？你就是不认识它，你才会怕它嘛。开始把比如说金母虫的特性啦，它有多少对的气孔啦，到底它是鼻子还是眼睛啦，还是头啦，就把它全部都放进去了，所以它就變成也是一堂课程，然后又可以把在地食材也把它放进去了。那从在地食材再去讲我们的在地文化，这样子。一个是唔怕这个羊毛兄说农药可以做暗多的事情哈。对，就不只是喂饱大家，健康的喂饱大家，不止这样是哇，可以做好多事哦。刚才菲林给你本来那个，我相信太雅堂你的故事会很多启发，然后也很给我们正向的力量。谢谢。有白饭吗？然后想要公饭，真的很好吃对，它很香。对，那你有要把它吃完吗？我要把它吃完了。好。所以这个真的应该真的蛮简单做的，对不对？它很简单，它就是我小孩都会做。等我们今年这一批，我把它寄上来给你们吃。对，它就是我们。是吗？可以吃。而且它的香味也很特别耶，它就是有一个很特殊的香气，然后让我没有办法去抗拒它。然后它把我们所谓都怕担心那个猪肉嘛。